眼啦版本嘅小辯論，淺水灣太淺啊，所以淺水灣淺房，但係黃金地段啊，正中間我住翻3日，好講咁去好影響人，我哋喂呢個人好留言評言好遠啊，寧願正面係個前面。後面喎，9周年啊！答案有啲答案啦，諗下先，係酸菜酸辣藍田，呢個田點樣嚟啊？田元天點玩？易玩啊嘛！今日我哋玩 A， 玩啦牛展挑戰。不斷跌，唔加嘅話，想揾次跌下都難。突發你最黑人憎，睇而家酸辣，好蝕咁喎點？彷彿曾經遭影響人入韓啊嘛，朋友係好朋友，你男朋友 Canada。賠錢啊！我得錢啊！冇翻添，冇翻啊！燒嘢係好早就燒，燒有機。其實個新聞咧，真係必做人做生私人嘅，第一棍譬如年啊，啲錢出咗個財產嘅，一日就去。其實哈士奇最大嘅股東，第一我大啲有咩？第二呢？歡迎大家一齊喺留言區討論下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型嘅片，記得俾個 like、subscribe， 撳埋個鐘仔，同埋都分享俾可能中意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